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1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7篇，列王下传17章第7到20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25节到3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赶出。最近伫中国的几年来啦，有一种讲法叫做真流行，叫做被消失啦，也是讲伫即2天内底，有一寡所谓的台湾的飞碟，台湾的即个做间谍的被认罪啦，也是讲伫香港的反送中的即个期间呢，有真侪少年人被自杀即种的讲法。其实这是一种讽刺的讲法，就是讲，当人失去伊的自由的状况的下面，被遮的掌权者所非自愿的决定还是讲伊的命运安尼啦当然用即个来譬如今仔日的圣经有一点仔怪怪。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其实嘛，互咱看到讲一寡伫上帝的主权内底，甲以色列人的问题淡薄的情形是类似啦。比如讲，以色列人伊嘛毋是自愿想要离开的伊嘛是伫真不得已的下面受掠被赶出去即个迦南地。但是较大的问题是。以色列人被赶出的原因是因为家己去犯罪，去得罪上帝这是较大的问题。伊毋是被冤枉的啦这是甲今仔日拄则咧讲这小可无共款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伫列王记下传17章所写的。有小可无共款，被赶着，这当然这是一个被动的，毋是自愿，也是家己自动出去的。NIV 伫第7节的进前这个标题写 exiled 是若亲像被赶出去咱伫台语的圣经的翻译讲。上帝赶因离开伊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被动的这被动的，毋是因爱的。但是我较无共款，是因为因违背上帝的诫命律法所以因受到上帝来甲因赶出。当然，虽然咱讲伊毋是自愿的，但是因毋是被冤枉的，因是家己选择违背上帝。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其实咱伫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中间，咱看到以色列人总是伫即个军队上帝甲离开上帝即中间，袂介稳定啦咱讲伊 swing 爱念伊安尼咱看到因伫出埃及无偌久。伫西奈山下骹，以色列人就已经忍袂住，要求亚伦去做一个偶像咱去今仔日的经文呢，看到以色列人因袂记得上帝带领因出埃及的恩典，所以因行不义的代志，得罪上帝。不但得罪上帝，因阁违背上帝所颁布的遮个命令规范。甚至因来起祭坛来拜偶像，这就是上帝赶出遮迦南的遮个人共款因就是拢做坛拜偶像，无要相信上帝嘛，所以因得罪上帝。伫圣经的对第7节到12节的中间讲真清楚啦讲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因的上帝啦，就是带因出埃及的。即个上帝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的因去敬拜别个上帝，趁耶和华伫以色列的头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甲以色列列王所设的规范，
第9节讲，以色列人暗前行不义的事，得罪耶和华因的上帝，伫遐的城对酒井楼较坚固的城，起山头坛，伫逐个山头的顶面呢，伫遐来去做香啦，来拜阿瑟啦吼，搁伫即个遐烧香啦吼，安尼等遮的拜偶像的代志。当然，牧师要搁讲一摆讲，承认讲头前迄个譬如解像无解真适合，但是要甲用安尼来提醒，就是讲，当咱做一寡离开上帝的改名旨意的时阵，咱就毋是遐个无辜被冤枉的，咱必须爱互上帝来赶出，这是事实。因为以色列人因家己选择离开上帝，若要安尼来化冤枉，当然是无适合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捌安尼来要求耶稣讲请加添阮的信心。即句话看起来介好，安尼祈求吼，但是加添咱的信心，上帝早就互咱啦，敢毋是安尼？今仔日的经文伫约翰福音内底讲，有人安尼要求耶稣讲：主啊，常常用即个饼互我。即个话听起来嘛袂歹啊，有祈祷啊、恳求啊。但是事实上，耶稣安尼甲因回答，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这是啥物意思？迄个意思就是讲，遮个人的信心无够，重点毋是被赶出，嘛无伫即个无通好食，也无伫迄个受冤枉，重点是在伫信心。耶稣基督明白甲遮个人讲，信的人，若有相信的人，伊就袂枵，也袂喙干。相信的人意思就是讲，爱活出信仰的生命，甲上帝有连结，遵守上帝的诫命。安尼的人永远袂阁枵，也永远袂喙干，也永远无需要烦恼被赶出。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7篇，列王记下卷第17章第7节到20节，约翰福音第6章25到3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主中共这近几年来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的啦就是说所谓的被消失啦那这一两天呢，有所谓的台湾的间谍被认罪啦那在前一阵子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时期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是所谓的被自杀其实这是一种反讽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当人民失去了自由的情况之下，他们被人家做出了非自愿的决定，或是呢得到了这样的命运。当然用这样的情况来跟今天的圣经来做比喻，有一点怪怪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被冤枉的那前面在讲的这些都是被冤枉的，不莫须有的那不过就是说，这当中有一些类似的点，那让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也相信以色列人被掳离开应许之地迦南地也不是自愿的，但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卷第17章，那个原因是不一样的那在圣经的记载说
上帝将这些以色列人从他的面前来赶走，所以他们是被动的。那英文的NIV 的翻译是 exiled，就是说他们是被上帝驱赶出去的。那为什么呢？当然我们说过，他们不是自愿的、愿意的啊，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律法，他们祭拜偶像。虽然他们不是自愿的出去，可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离开上帝的这一条路，他们不是被冤枉的，虽然他们是被动的，他们去祭拜了偶像，离弃了上帝。这也是我们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去看到的，他们总是在跟随上帝或是离开上帝之间摇摆不定啊，摇摆不定。那我们也这一阵子也刚看过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多久之后，他们就忍不住了，就要求这个亚伦铸造一个这个偶像啊。那我们今天在经文这个列王记下卷17章又看到了他们又离开了上帝，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为奴之地的恩典。他们偏行不义，他们得罪上帝，他们并且违背上帝所颁布的这个规范律例他们足坛来祭拜偶像，就像那一些上帝把他们赶出迦南地的这一些迦南人一样，他们也学他们在各个山头去足坛去拜偶像，他们服侍偶像却不愿意服侍上帝，因此他们得罪了上帝。在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下卷第17章第7节开始这样记载，撒玛利亚陷落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他们的上帝。上主曾救他们脱离埃及王，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却拜别的神明。这个跟在西乃山底下是非常非常像的啊。上帝带领他们出来，他们马上去造了一个偶像，说这个就是带你出了埃及的啊。第8节说他们仿效当地居民的风俗，这是指迦南地啊。这个时空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是在列王记的里面啊，以色列国，那就是那一些上主的子民，上主在他的子民面前把这些外族的人赶走，他们又接受了以色列诸王带进的习俗。以色列人暗中做了上主他们上帝不准他们做的事，就是祭拜偶像。他们在所有的城镇，从小村到大城，在山上盖神庙就是我们说的祭坛、丘坛，又在所有的山丘上面呢，在每一棵的树荫下竖起的石柱跟亚舍拉女神的柱像。他们仿效那些上主赶出去的外族，在神庙里烧香。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很清楚了，上帝因为外族拜偶像，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了。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又学他们拜偶像，那当然是要被逐出。牧师承认前面那个举例不是很适合，不过就是说要提醒我们，这样子被逐出并不是无辜，不是受冤枉的。这样子的事情被逐出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可能的一个结果，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离开上帝。如果这样子又喊冤，其实是很不适合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曾经跟耶稣这样请求说，加添我们的信心。这听起来仿佛是很有信心，很好的，因为是祈求嘛。可是其实这个有问题的。我们接下去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人向耶稣基督要求说，先生啊，请时常将这个食粮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们？他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重点不在于备足这件事情，重点不在于没有的吃，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重点也不在于有没有受冤枉，重点在于信心。如果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信心，就不需要加添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明白的告诉这些人，要信的人就永远不会饿，也永远不会渴。相信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活出信仰的生命，与上帝有很好的连结，遵守上帝的诫命的人，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再渴，也不会再饿，当然也不用担心会被